屬兔嘅朋友，2026丙午馬年，你哋真係俾個天特別眷顧嘅一群啊！因為你有天德同福星兩大貴人星高照，即係話無論遇到咩困難，最後都可以逢凶化吉，有驚無險。真係㗎，運氣好到連路人都想黐你啲福氣啊！加埋天喜星入命，呢個係超強嘅正緣桃花。單身嘅容易脫單，有伴侶嘅就適合結婚生仔。呢一年絕對係喜事連連，笑口常開。不過過程要非常之小心，因為有粒卷舌星，代表容易因為一句無心嘅說話得罪人，招惹口舌是非。講嘢千祈要留3分，唔好參與辦公室嘅是非八卦。最危險嘅係呢粒咸池桃花，如果唔小心處理感情，好容易演變成桃色糾紛，俾人喺背後講閒話。加埋破太歲，一旦捲入糾紛，好運就會俾人破壞晒。感情方面雖然精彩，但記住屬兔嘅生存法則，路邊嘅野花唔好採，只要潔身自愛，管住把口，有天德保佑。今年依然係福星高照嘅一年，你身邊屬兔嘅朋友最近係咪桃花好旺呢？ share 條片俾佢，提佢小心野花啊！下一個同大家講講2026年運勢回穩、專注自我嘅生肖龍，關注我，馬年行大運。我係吳富容，專業研究數字能量，亦都係數據形象力創辦人。